最近兩單電動車起火都係同電池溫度失控係有關嘅。其實危險嘅信號咧喺你充電個溫度升溫嘅時候已經一早預知㗎啦。呢一種事故咧其實完全係可以避免嘅。槍頭嘅溫度每升高10度，電池熱失控嘅風險就會增加1.8倍。熱量係會通過充電嘅線路咧直接傳到去個電池嗰度，而傳統單個嘅充電樁根本對呢件事係一無所知嘅。而我哋嘅充電樁嘅槍頭本身就裝有專業嘅溫度感應器，當佢感應到嘅嗰個溫度，其實就係你嘅車嘅電池嘅嗰個溫度嘅即時嘅反應。我哋監察嗰個充電樁嘅溫度，其實就係監察緊你個電動車嘅嗰個電池嘅溫度。所以呢個溫度嘅感應同埋充電樁本身嘅SAS系統，對於防火嘅安全究竟有啲咩作用呢？第一，佢可以持續咁樣收集溫度嘅資料；第二，有啲咩問題，佢可以即時同車主、物管同埋充電樁嘅營運商即時預警。第三，如果佢個充電槍係超過60度、超過20分鐘，佢就會自動斷電，保證唔會出現任何風險。呢個 SAS 系統管理住超過5萬個充電樁，每一次預警同埋干預都係等系統更加懂得點樣保護車主嘅安全。選擇 SAS 系統就係選擇緊一個全方位嘅安全保障。安全從來唔係僥倖。想知道你嘅充電方式係唔係存在一啲安全嘅隱患？即刻聯繫我哋可以俾你一個詳細嘅充電嘅安全嘅分析。光電充一充，我係偉仔，我哋為充電嘅安全護航。